火爆香猪肉放进鱿鱼、豆干、辣椒拌炒，最后加芹菜、葱绿快炒，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苗栗小炒，是小馆里必点的客家料理。71年过来到8年，张开始的时间是开茶馆，认识很多朋友，开识茶识的都是会摇。 都是有时间，结果我姑帶着我跑嚟食飯，係我媽媽炒幾樣嘅出嚟食。結果他家食過我媽媽炒出以後，你媽媽炒出有啊好食，要可能學起來哦。結果姑在喺我情況之下，我姑嚟學到客家菜。曾榮獲花蓮縣客家創意料理比賽第1名及稻香料理米酒台灣半桌王比賽全國第3名等多項殊榮的客家小館。 林運松傳承了母親客家料理的手藝，加上對於食材的選購和口味上的講究，讓客家小館在花蓮屹立不搖。花蓮縣政府有推一個花蓮地米料理，結果我想又有媽媽的味道，又有在地的食材，結果我想特別有味，用特別有味的削鉗，削鉗以後做起的時間也用個麵粉來包。 但是我那個嘅榴蓮，一個名都一齒留香。像松科呢，常常看松科那，將家常料理變成精緻佳肴，是林運松想要留住兒時記憶裡媽媽的味道。除了延續傳統客家料理的美味，林運松也致力於研發在地獨特的客家美食。 上課咯！上課啦！上課啦！上課啦！